嗱，你條閪佬未俾我開名屌你之前呢，關於五雷帽嘅視頻一共發咗3條。第一條3月19號，咦？點解將呢條視頻落架嘅？心虛咩？但係記唔記得互聯網係有記憶㗎？嗱，大概呢一段視頻係講乜嘢嘢？我學翻俾大家睇下。屌，錄音一嚟過五雷嗰頂帽女人戴嘅啫嘛，揾頂女人戴嘅帽喺壇前搭紅過教都唔知邊個作出嚟嘅。你班錄音佬啊，個個信到足，而家都係咁做，正傻閪嚟嘅。好啦，隔咗10日8日之後，呢個3月27號又發另外一段視頻啦喎，我學翻俾大家聽下。你哋師公啊，老任先師都認同我講嘅話，唔應該戴頂女人戴過嘅帽喺壇前過五雷嘅。佢嘅意思即係講緊老任先師報夢俾一個踩佢老人家教門姓許嘅神台老鼠，呢個邏輯講唔講得過去啊 ？OK 啦，繼續啊。咁就但係咧，老任先師又擔心影響唔好，所以報夢俾我，即係呢個姓許嘅神台老鼠啊。唉，叫我唔好出聲啦，咁樣樣。好啦，今時今日我開名屌你條爛蛋，兼且你個屌閪教門，你就同我講道理啦。嗱，嗰條屌閪視頻個名就叫做我們端公茅山係敢於面對問題，以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屌佢個老母啊！好啦，既然講道理咧，我今日就唔屌你呢個人先，屌你個教門啊！第一次開波屌條鳩公嘅時候，我完全唔知烏螺係乜 Q 嘢嚟嘅，反而我啲粉絲要科普翻俾我先知，烏螺唔係一個教門嚟嘅，烏螺係一種文化嚟嘅，正如耍太極、舞獅、粵劇一樣，佢係一種文化，所以佢可以申遺。咁呢條柒碌咧，因為嗱，佢哋有共性嘅，端公喺做法事嘅過程之中真係要跳舞嘅，咁然之後咧，烏螺咧係戴住個面具嚟跳舞嘅，所以呢條閪佬咧就叫做偷換概念啦。咦，端公係跳舞，烏螺係跳舞喎，端公咪等同於烏螺咯。嗱，就正如話俾人家聽，我係呢個國家嘅主人，呢960萬平方公里都係我嘅。咁原文係乜嘢嘢啊？你只不過係一個社會主義接班人啊嘛。嗱，講一講所謂呢個端公茅山啦噃，端公真係有嘅，茅山亦都係有嘅。咁啊，端公係乜嘢嘢嚟嘅咧？端公的而且確係家傳嘅，佢講得冇錯。喂，啲騙子佬啊，想呃你稱啊，梗係要揾翻3分嘅嘢係真嘅先好呃噶嘛。咁然之後咧，端公唔係一個教門嚟嘅，我話將端公定義為具有區域特色嘅民間法師。嘿，埋單嗰班閪佬識條鐵咩？埋單再講啦，呃得就呃啊嘛，就咁嘅意思啦。咁端公咧，喺古舊時候，佢個社會地位真係唔高嘅，就正如破地獄裏邊嗰個哈佬文一樣。我相信如果你識得哈佬文嘅話，你請飲一定唔會請佢。嗱，因為喺雲貴村呢啲咁嘅地方，當地有個咁嘅諺語啊，跟到好人學好人，跟到端公就跳大神。嗱，唔係我鳩吹出嚟㗎，唔信大家自己上網揾下資料啦嚇。再睇翻我哋錄音，大時大節啲善信排住隊嚟你館口裝香同你握手啦。嗱，茅山又係真嘅，喺大灣區好出名添啊！伯當年學錄音之前就學茅山嘅，茅山百年真心教。茅山青竹、上橫頭、下彈鬼腳、紅蓮等等等等，喂，我哋真係口噏得出噶嘛？咁端公加茅山就叫做端公茅山，你自己作出嚟噶？屌嗱媽冚家產係咪有個咁嘅閪教門？唔知係咪自己作出嚟賣嘅？喂，你賣假教都唔緊要，有時候喺俾錢關我柒事咩？咁但係你為咗賣假教踩低我成個教門，我老任咁出名，老任佬咁多人。一人一督口水，浸都浸水你條爛壇啊！好啦，嗱咁啊，3月19號呢個姓許嘅神台老鼠發咗條視頻出嚟咧，內地一班學錄音嘅後生仔嗱，真係抵讚，唔係講笑。佢哋同我講翻嘅2日之內，呢一班熱血嘅後生仔就即時第一時間喺嗰個姓許嘅神台老鼠嘅直播間同佢辯論噶啦。但係聽佢哋講咧，就話拗唔贏人。還是太年輕啊！明擺住人家踩住你成個教門抬高自己嘅身價，你同佢辯乜撚嘢論呢？喂，錄音就真係唔係宗教嚟嘅。你睇下我初爛舌咁嘅款，影唔影響我作為一個神功師傅嘅身份地位啊？完全唔影響。幾撚多人睇啊啲視頻？遇到類似嘅情況，動詞、親屬、器官
懟埋去就係啦，辯論喎。呢班後生仔嘅熱血的而且確係值得點讚嘅，但係還是太年輕啊！又有另外一位師傅聽講話喺北方都好多徒弟嘅，都發咗個視頻作回應，但係呢個視頻我睇唔到。聽我啲粉絲嘅轉述就係話，佢嘅內容咧係對於五雷帽呢個問題去作出討論，就唔好似我咁拍台屌你老味，拍台屌埋你個教門，就係咁簡單嚇。好啦，講翻我哋個教門啦，阿伯咁多徒子、徒孫、徒塞、徒甩，喂，我睇到嘅視頻大家睇唔到嘅咩？咁點解俾人冚咗一巴，你唔去還拖啊？呢個問題困擾咗我好耐，就由於我發咗一條視頻出嚟，屌嗰個姓許嘅神台老鼠之後咧，好多內地嘅同行同我溝通交流，真係交流過先至解釋到我呢個疑惑。嗱，第一個原因，熱血啱啱學法嗰班後生仔就真係想還拖嘅，但係由於不自先咧，就導致到唔知點樣去駁人家。我哋都知道信息傳遞嘅過程之中係不斷喺度遞減嘅。與此同時，傳統行業大家都有個共識，就話教曉徒弟就餓死師傅。咁啊，於是咧，師傅留一手，徒弟留一手，徒孫留一手，去到徒室嗰度啦，乜叉嘢都唔挑識。與此同時，冇客啊，冇機會去獨立處理問題，所以咪不自先咯。喺度真係要問一句，幾時我哋錄音嘅門檻變得咁高，一定要研究生畢業，講嘢條理清晰先至可以入門嘅咩？有錢你可以過教噶啦，係嘛？明眼人都睇得出呢條姓許嘅神台老鼠就係踩低我哋咁出名嘅錄音，抬高自己嘅身份，好俾佢去賣假教。咁嘅情況，你仲同佢講咩道理啫？個碌柒啊！第二個原因，我相信呢一個原因係主要原因，龍女雞作反，自己人懟自己人啊！我假設開名屌呢條閪佬嗰個人唔係我蘇發講啊，可能啊陳師傅、張師傅、李師傅咁計數啊，發視頻懟呢條友，呢個視頻紅咗，端公茅山嗰班友話唔會懟你噶，更大概率事件係自己人懟自己人，陳師傅懟端公茅山。紅咗，咁啊李師傅啊懟啊陳師傅啦喎，李師傅紅咗，黃師傅啊懟啊李師傅啦噃。嗱，因為喺我呢個屌人嘅視頻下邊有兩個留言嘅，大家都係內任弟子，好明顯佢係撐我嘅，咁但係咧喺佢呢兩位嘅留言下邊，總有呢啲咁嘅人喺度陰陽怪氣咁去懟人嘅，係同行嚟噶，同行眼紅你收徒弟收得多，咁梗係要陰陽怪氣懟下你啦。我心諗，怪唔知得姓許呢一條神台老鼠踩你個教門啦，佢深知嘅。嗱，我踩你個教門，你錄音啲人一定唔敢出嚟懟我，因為你一但凡出嚟懟我，我唔使自己報仇嘅。你班有龍女雞作反，自己人懟翻自己人噶啦，一定係有咁嘅諗法啦。於是人家咪恰你啦。我就2009年過教，09年唔計數。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嚟到今時今日學法16年，其中有10年時間以上都係三山仔嚟嘅啫。我唔係嗰啲淨係初15去師傅館口揼腳裝香飲符水嗰啲善信弟子嚟嘅噃。我自己算命佬入行喺學錄音之前已經儲咗一大班客噶啦。有超過10年嘅時間，用一個三山仔嘅壇數去行法幫人嘅。乜嘢嘢係壇數，乜嘢嘢係法底？嗱，我之前啲視頻講過嘅，自己去捋一捋睇一睇啦。錄音就真係冇咁複雜嘅，客人嗱啲嘢啊，寫條符試下睇下得唔得咯。95% 一定得。咁萬一100個總有2、3個要回頭揾翻你，喂，蘇師傅搞唔掂喎，咁換2條符，千使千應萬使萬靈。嗱，大家聽講過三山仔睇唔起嗰啲食快餐嘅傳教師傅未啊？人版名度啦，鳩吹就個個都識，好似姓許嗰個神台老鼠咁，咪不斷喺度鳩吹緊咯。但係呃人好容易，呃自己係最難嘅。自己有幾斤幾兩，最清楚嘅係你自己。你啲法去到邊，你自己知嘅。作為一個超過10年嘅三山仔留級生，同我哋啲後生嘅同門分享下經驗。與此同時，亦都係我自己對自己徒弟嘅要求嚟嘅。啲嘢
我三山嘅時候搞得掂，點解你會搞唔掂㗎？好啦，講翻呢個踩低我哋成個教門嘅神台老鼠先啦喎。響佢嗰段視頻嗰度講，佢就話自己8年之前就響度推廣緊端公茅山，乜嘢意思呢？話俾大家聽嗱，我唔係賣教㗎，我唔係作假教㗎。呢個鄉下我使咗320，嗰個鄉下我使咗160蚊，好辛苦咁儲翻嚟㗎噃。正路而言，我真係唔會俾機會呢條閪佬咧對標我嘅原因，一旦凡對標咗我，係咪將我自己嘅身份無限量拉低啊？但係為咗同我哋啲同門解釋翻點解我咁有底氣開波屌佢個教門，咁有底氣開波屌佢個許唔知乜柒院咧，咁都真係要同大家解釋翻下嘅。8年前我真係做緊啲乜嘢嘢咧？嗱，我真係絕對唔會咁低裝，周街同人家講，我就學錄音嘅。咦，你印堂發黑噃，不如求條符翻屋企慢慢威下啦。啲咁下欄嘅嘢，我就一定係唔會做嘅。上電視、上電台呢啲咁嘅場合，全部都唔會話，你睇下我個教門幾勁，你睇下我幾有實力。一但凡去親電視、上親電台，都係由於我自己係蘇法講，喂，你估我哋嘅省台、市台好似 TVB 咁有錢就去得㗎啦。再加上姓許呢條爛攤嘅敵人唔係我啊，呢條神台老鼠公然侮辱晒我成個教門，所有錄音弟子都真係憎到佢出汁嘅。我呢啲所謂有圖有真相，響咁多錄音弟子裏邊，真係完全冇名嘅 small potato 嚟嘅啫。香港地幾十年以嚟，咁多位老前輩，無論身家、社會地位、影響力、知名度，出名過我10000倍㗎，只不過係我抵唔住頸走出嚟開名屌條爛蛋啫。都係嗰句，無論你嘅出發點係貪得意學下錄音，又或者真係計劃日後出嚟教徒弟都好，錄音佬冇咁多顧忌嘅。我學咗錄音嘅師公最勁，見到人踩你嘅教門，唔需要講道理，動詞、親屬、器官懟埋去，你為自己嘅教門發聲，師公一定睇住你。